即係話呢一個大陸人吓，即係講我都要講呢個慶祝，有啲人慶祝呢一個日本地震嗰個睇法。劉墉，你講講個睇法先。即係冇啊，咁嗰啲人就係覺得即係日本仔，即係個直接嘅反應就係淨覺得係好開心嘅喎。蘿蔔頭啊嘛，仲係嗰啲一路係仲嗰個民族主義，覺得即係嗰啲有咩事就抵佢死嘅，好開心嘅。咁但係就係即係變咗，即係但係網民即係喺大陸嘅網民咧，就有啲就又會講翻啲就話唔好慶祝呢啲嘢住啦，不如我哋幫下雲南地震先啦咁樣。咁但係即就算好似講出嚟好似好好聽咁，但係其實個心底裏邊都係即係我講同大家講講個原理。第一就係即係大陸嘅新聞聯播咧，就係即係就算係呢次咁大嘅災難咧，都係兩會嘅新聞行先嘅，都係呢一個國家領導人。係呢個一定，呢個係中央落咗打噶啦，呢個就因為你就係話雲南地震，甚至係冇乜點播，或者即係擺到好後，因為兩會就係開緊，所以就其他嘢都要讓路嘅。乜嘢都要讓路嘅。咁就好啦。咁我話，如果我想問，即係首先第一，今日你去幸災樂禍日本人咧？其實對日本人係無損嘅。係啊，係。你中意你可以幸災樂禍，笑咯。你笑佢唔會震多次，佢又唔會震多次嘅。日本係即係亦都唔會報道，唔係好報道呢啲嘢，佢唔理你嘅，好冷靜嘅，唔會反唇相譏嘅。係不過只不過係對嗰啲你哋自己咁樣做嘅人嘅人格係產生極大嘅懷疑。係，國際會點樣睇你呢個民族啊？你即係唔係國際點睇，你自己點樣睇自己啊？即係我舉一個例，即係咁樣。調翻轉頭，即係汶川地震嗰刻咧，日本救護隊去到遲咗救唔到嗰度有咧，即係佢啲救護隊係跪咗地喺度喊。係啊，好啦，你話因為日本仔打中國，咁我同你講下日本仔打中國。講下近代嘅法律精神係點樣？係近代嘅法律精神係點啊？邊個做得過嗰陣時就邊個負責。啱唔啱啊？係啊，係啊。今日日本死嘅人，關打中國嗰啲人咩事咧？即係咁。即係打中國，我首先講講打中國嘅情況啦。打中國嘅情況，日本總共有日本有一個政府。嗰個政府係一個軍國主義嚟嘅。係。佢驅使嗰啲人民去打中國。即係等於話，日本人民要唔要為個政府負責咧？佢唔係一個民主政府嚟喎。即係調翻轉頭，即係北京就去打越南，咁越南人係咪要怪中國人咧？即係咁樣係。其實所有中國人，所有嘅中國人。好啦，咁你話，喂，我又問下你喎，你要知道日本人唔係中意打仗喎，日本人咧有好多人係反戰嘅。嗰啲軍國主義者咧係暗殺到總理大臣，暗殺到部院將所有反對嘅人咧係立即拉去坐監嘅。其實喺日本係即係壓制國內嘅反戰，其實係好嚴酷嘅。其實好嚴酷㗎，係啊。咁即係咁樣啦，即係咁結果，就算無論如何嚟中國，咪百幾萬兵。你話呢百幾萬兵有啲好。有啲做啲好錯嘅嘢，咁呢百幾萬兵入邊有10萬8萬啦。係啊。整體嚟講咧，即係呢一個打咗8年咧，呢一個中日戰爭咧，就係國民黨軍隊死咗130萬，共產黨軍隊死咗50萬，日本軍隊死咗80萬，中國平民死咗1700萬。呢條數大約係咁樣啦。係。就相對嚟講咧，就係呢一個解放戰爭由1945年至1949年咧，就係國民黨軍隊就大概死咗1060萬。咁照呢個邏輯咁睇啫，地震死咗500、600萬，地震震死共產黨，佢哋應該慶祝咁但係仲唔止，跟住仲有好多，跟住仲有好多，嗰啲唔好計，嗰啲唔好計啦，嗰啲唔好計，嗰啲唔好計，我講打仗嗰時啫，咁。即係 anyway， 我想講，假如你係一個英國兵，其實個原理上一樣嘅啫。你係守新加坡，係俾日本仔捉咗去，虐待到死咗。咁你啲子孫有冇權係去指責？譬如汶川地震咁樣，抵死啦！你哋大家都亞洲人嚟噶嘛？亞洲人係乜嘢嘢嚟先得噶？即係等於日本人係乜嘢嚟先得噶？即係咁樣。你咪大家啲亞洲人專係咁樣虐待人噶啦，你明唔明啊？係一樣嘅啫。你話我唔贊成日本仔，喂，日本國內嗰啲人都唔贊成日本仔，好多都係。
咁如果調翻轉頭嘅，你即係納粹都可以將成個歐洲人都當埋一齊都得㗎喎，其實。好啦，講道歉問題啦，你講講道歉問題，你知唔知個道歉問題實在係點啊？你講邊個？咁於是佢呢一樣嘢出嚟講咧，就話日本冇道過歉咯，日本有冇道過歉咧？即係咁樣。唔肯定喎，有冇道過咧？正式應該有嘅係嘛？有冇賠償咧？嗱，賠償咧，我話俾你聽，首先個蔣介石咧就唔要人哋，係因為係啦，係冇得賠償。即係嗰陣打完日本，就打完你真係大家睇下日本嘅情況咧，係窮 Q 到點樣樣。即係呢個咧，你叫佢賠償咧，就係多 Q 嘅，其實就係你明唔明啊？係冇得賠償。係後來毛澤東又唔要佢賠償，係呢個咁咧就借咗300億係俾中國，咁咧就 short of 賠償，即係你知唔知啊？咁呢夠唔夠第二件事？但係咧你就 waive 咗。好啦，第二，如果口頭講話道歉或者對呢一個中國人唔住咧，就講咗20-30次啦，即係由天皇至到呢個首相。係你話咁樣唔算，係咁唔算，咁樣唔算。書面咧係就係村山富市咧，就係有書面嘅道歉，但係咧係向全亞洲。咁咧，淨係向全亞洲就唔計，就唔計，即係一定要向中國。咁係冇，咁你捉到一樣嘢，咁就冇啦。你知唔知啊？係。咁即使佢向全中國道歉，即係二戰嘅死難者都可以走出嚟，你冇向我道歉，咁都可以繼續鬧。係啊。咁呢個我唔係話佢啱啊，但係 anyway 咁樣係咪值得你哋？人哋發生咁嚴重嘅天災，你去幸災樂禍，而唔係有人同人之間嘅同理心咧，呢啲咧係非常即係鄙劣嘅人格，即係我係收以為伍嘅，即係咁係。好啦，改教科書咧極有快改教科書，即係得0.3%，國內係採用嗰啲教科書嘅，你知唔知啊？係。而你話日本呢一個日本呢一個唔係，當然有承認過侵略啦，呢個係當然有承認過侵略啦。你話日本會復興軍國主義就更加好笑。而家只有日本驚中國打，唔係，但係就算你驚佢復興軍國主義，都唔可以因為咁樣，就因為人哋地震嗰陣時你就幸災樂禍到咁樣噶嘛，冇關係噶其實。咁你可以繼續批評佢嗰班軍國主義、主張軍國主義嘅人噶，呢樣嘢冇問題噶。冇問題噶。咁但係你死同埋死嗰啲人，如果唔主張軍國主義，咁你點計數先？其實，除非你就係話死嗰啲人全部係主張軍國主義啫，但係都唔係啦，呢個就。咁佢哋有人講，當然啦，南京大屠殺我講過好多次啦，咁呢個當然係好唔啱啦。但係我又舉第二個例子咧，淨係攻呢一個長春死嘅人就多過南京大屠殺。係，即係當然有 excessive 嘅地方咧，嗰啲做咗 excessive 嘅嘢嘅人，佢係要負責嘅。係，係拎咗佢上國際戰爭法庭嗰度，係判咗死刑嘅嗰啲負責人係。你唔能夠咧。佢哋國家有啲咁嘅人，你就要賴其他嗰啲人，即係咁樣。等於亞洲有啲咁嘅人，係咪全部亞洲人都要負責咧？或者有人係咁做，就所有人類都要負責，一樣嘅，有個原理係冇分別嘅，其實係。即係如果你話對人類整個人類嘅屠殺，冇人犀利得過我哋嘅，即係呢一個，即係成吉思汗。你如果當係中國人嘅話，就係殺2億幾人，嗰陣時嘅2億幾人。就佔咗全球嘅人口好大部分，應該佔咗全球嘅人口30-40%。咁都誇張嚟嘅，咁好誇張。最大屠殺冇嘢犀利得過呢一個元朝嘅軍隊噶啦，呢一個係。同埋成日搞到成個伊斯蘭文明係由盛轉衰咯，即係嗰時佢洗劫咗巴格達。係，我舉一個例俾大家睇下啦。你要咁樣講，死1700萬人。即係同樣時期，大概1860年度，即係太平軍念軍之亂仔，世界 Guinness Book of Record hold 咗 Civil War 死得最多人，大概死7300人至7300萬至7500萬人，犀唔犀利啊？而同期咧，美國南北戰爭係死幾多人咧？係用機關槍、用大炮打噶啦。係死60萬人，咁因為中國人口多嘛，密集好多係嘛？佢唔係咁嘅問題啊！中國人根本都唔係咁嘅問題。第二次黃有齡守杭州城原本81萬人，杭州城破剩翻7萬啊嘛。係，即係佢係全部殺晒嘅。中國人嘅規矩係，即係呢一個包超咧，即係呢一個曾國藩手下第一勇就包超，就叫3消殺，即係鼓勵啲軍隊咧，係3日係準你搶嘢殺人強姦，即係作為獎勵嘅。呢個係中國軍隊嘅慣例嚟嘅，
就似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抗日咁咧，啲人民咧都係驚河南啊嘅大患咧，就係黃河、蝗蟲、湯恩伯，你知唔知啊？個湯恩伯啲軍隊咧，係啲人民咧係驚佢多過日本仔好多嘅，因為殘忍好多因為仲殘忍好多嘅。國民黨嚟就殺晒同共產黨 cooperate 嗰啲人，共產黨嚟就殺晒同國民黨 cooperate 嗰啲人。嗰啲刑罰之殘酷啊，係你難以想象嘅，冇分別嘅，完全係即係咁樣係。嗱，中國人咧就咁 Q 叻噶啦，淨係講1860年，大家同時啊，可以我都唔能夠想象。點可以殺7300萬人至7500萬人？其實都幾難想象嘅呢啲。人哋揾槍，人哋揾機關槍數都冇你咁威嘅，大佬。係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啊嘛，即係其實係。係啊，都幾難想象，真係。咁即係去到邊度都屠城咁滯嘅喎，其實。係邊個攻贏嗰個地方咧就屠城㗎啦。而且佢攻翻嚟咧又屠城，你知唔知啊？真係兩邊都死嘅，兩邊都死嘅，其實係。咁就係即係。唔係，而家我哋站在人嘅立場上邊啊嘛，即係如果咁樣，即係就算共產黨點樣殘酷法都好，我都唔會認為共產黨每一個黨員同埋佢嘅後代都係該死噶嘛，就算佢殺咗2億中國人都，我話抵死啊！你祖先做過共產黨，係咪咁樣樣咧？即係咁樣係。如果你用咁嘅態度去對所有人咧，呢個世界冇人能夠生存嘅。係，梗係啦。理論上個人嘅祖先都應該都殺過下人嘅喎。其實你照數翻轉頭係嘛？多餘嘅呢啲嘢，完全多餘講呢啲嘢嘅人，完全冇人性，即係完全羞辱為伍，即係咁樣係。